由30位学员利用上课时间所完成的8000片骨牌，最后在短短1分多钟全部推倒。这个活动是台南市社会局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所安排的骨牌体验活动。先由教练讲解骨牌的排列原则跟技巧，并示范距离控制和角度安排，随后让学员分组实作。参与学员大部分都不认识，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学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大家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从骨牌活动一起拼出图案，中间骨牌有一直倒下来，我们就彼此鼓励，重新拼出图案。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学到在课本学不到的东西，也学到更多与同年纪的沟通与合作。骨牌是一种媒介，可以促成团队合作和协调的动力，让不熟悉的团体成员学习沟通应变，最后克服困难，完成作品，就是中心原本设计这个课程的目的。今天会办理这样的活动，主要是希望可以传递，就是让青少年有一个韧性的培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堆骨牌的过程当中，其实难的并不是让骨牌就是把它排列排好，难的其实是在骨牌不小心推倒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重新的，就是把它再重排过来。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可以训练青少年他们抗压性跟面对失败的这样子的一个勇气。中心希望透过活动让青少年理解成功来自累积和坚持，并在困难中学习再出发，迎向下一次挑战。青少中心骨牌玩家大成功。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